都说我家麻雀虽小，但五脏俱全，丁大点的地方还能拥有2个卧室。其实我家一直缺一个晾晒区，所以预谋已久的卧室改造计划今天终于提上日程了。我准备在这个11平米的房间加装一个假阳台，把它布置成我理想中的梦中情屋。第一步，先把隐形晾衣架装上，然后就可以上木工吊顶了。这可比自己手搓快太多了，才3个小时就全搞定了。下午直接上腻子，明早就可以刷漆了。丑丑的空调改用绿植遮住就看不见了。下面空间也不能浪费，刚好用来晾小件。另一侧放一株喜欢的氛围感植物，再把窗帘挂上，这谁能看出来是个晾晒区啊？然后再安排一盏小吊灯，就可以布置我的睡眠区啦。喜欢的东西通通带回家，还找到了能和毛孩子一起用的床头柜。这个挂画一直没想好要不要挂墙上，你们觉得怎么摆放好看啊？在线蹲大家的建议哦。我把4件套先换上啦，床边再铺上地毯，从被窝里钻出来的第一角就是暖乎乎的踏实感。这里再放一个收纳柜，摆上喜欢的挂画就搞定啦。一起来看一下改造后的样子吧。